去年8月才打成立的台南华医扶轮社，希望透过扶轮社友以及中华医大校友的成立，共同回馈社会。有见最近血库欠货严重，特别结合了社友企业发育堂中药房、济州豆腐锅、宝康生医、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等爱心单位共同募集救命烈火。我们台南华医扶轮社我们杰西卡社长带领着我们华医社全体的社员还有保眷一起为我们大台南地区的这个捐血付出行动。当然，捐血是我们扶轮社一年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社区服务了。还有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华医扶轮社为我们这个小东地区还有大台南的这个捐血全力动员。延续去年举办关怀活动的欢乐，这次同款邀请真侪美食单位现场服务，后来这关怀朋友印象深刻。捐血活动有感觉办的好像园游会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如果捐完之后还可以补充一下体力这样子，对，很用心在举办。你今天捐了多少血？250。250。对。那去年办了第一场捐血嘉年华之后呢，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引起很大的回响。所以呢，我们决定每年都需要办这个捐血活动，因为捐血活动的话，在扶轮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服务。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我相信呢，这是大家都很愿意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华医社就秉持着爱分享的这一种传统，我们把捐血呢办得像嘉年华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除了有朋友赞助很多的伴手礼之外呢，我们还有现场有一些吃喝玩乐，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交朋友。每一次社会上有需要帮助所在，时常拢会当看到扶轮社友的身影。国际扶轮3470地区总监林根贤也特别到场支持。透过真侪爱心抢相加入，互关怀活动变了参像一场小型的嘉年华同款，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更侪过路民众的目光，募集到更侪救命烈火。华医有爱，热血常在。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